由大台南不動產建築開發公會、台南市不動產建築開發公會等10大建築相關公協會共同舉辦，針對都市發展、法規檢討以及城市建設等議題進行交流，希望透過市長參選人跟產業界對話，攜手找回台南的城市公營感。大台南建商公會主動來邀約未來的廷輝市長來為我們做專題的演講，他的主題是找回台南的光榮感。那因為我們建築產業是火車頭，那我們需要他一個有遠見的市長，然後帶動整個台南市所有的建築產業的發展，營造更好的重大建設和優良的投資環境。我們希望說，未來我們陳亭妃候選人能夠傾聽建築產業還有我們相關工協會的一些意見，然後為我們台南市未來都市的發展、法規的一些檢討以及整個城市的藍圖規劃，如何來擘畫，讓我們台南市不要只有文化還要邁向科技，甚至更着重在觀光，或者是帶動我們的一些製造業，能夠引進更多的工作機會，來帶動我們整個台南以及大台南的發展。面對台南產業轉型甲重大建設加速推進，陳亭妃提出涵蓋產業、交通、觀光、農漁業、青年、育兒甲長者照顧等面向的城市發展環境。強調台南後一個10冬，除了拼產業，嘛要兼顧城市建設甲市民生活品質。糖鐵5分車的整個農村再生的點、創生計劃的點都已經核准。現在如果把所有的點串接起來，我相信大家的希望會當來咱溪北加七頭，然後再來溪北大新營都會觀光組。其實，在這個區塊，我們已經想好了，也就是我在交通器材型裡面有講到，就是我們的糖鐵5分車，比咱這個都會觀光組，講真的，差在交通，否則從我們的花卉產業園區，對咱的車寮、後壁蘭花園區、花卉產業園區，然後再到我們所有新營，我們還有國家圖書館、共鹽水案內影視基地。主辦單位表示，透過這次活動，讓產業界甲市民會當更加了解市長參選人對着台南未來城市發展規劃，也借由公協會平台凝聚各界意見，持續關注都市建設甲公共政策，為台南後一階段的發展找出更多可能。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